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云林华山地区的巡回医疗服务，做到大已经做8档了，解决到偏乡的长辈看医生的问题。在疫情的期间，照常来服务，继续来守护到偏乡时代健康。 华山地区的巡回医疗服务到达已经8年的时间，嘛变做地方的医疗中心。大家除了真肯定医生的技术，来到这嘛会使互相关心。做医生讲看法也无一个医生班，啊，算大拢像咱平常时做这斗阵安尼啦。 在疫情期间，这项服务嘛考虑到民众出外感染的问题，所以由原照常大礼拜四的看诊服务，让民众减少出外，嘛照顾到偏乡时代健康。那自从疫情发生了以后，事实上那个健保署也是希望我们基层的医疗院所尽量不要中断原本的巡回医疗服务。 这个巡回医疗服务连续8年伫华山地区，阁有龟仔头部落进行医疗服务，解决偏乡时代看病困难。全办公所嘛尽量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互看病品质会使搁较提升，嘛减少民众去其他所在感染的机会。